晨曦来到，荷花纷纷绽放，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。这出《荷塘魅影》夺下全国学生舞蹈比赛高中职丙组冠军，也受邀在国庆日演出。如果不说，很难相信，这群学生里有70%半年前根本不会跳舞。脚尖，脚尖，脚尖，你们都在勾脚，手放在腰这边，放在骨盘这，胯骨这，你的手的渐层要做出来，不要全部缩在一起。对，手肘也要，手肘也要。因为我没有舞蹈那个底子，然后刚来这班上的时候，就是跟大家的就是那个进度落差很多。可是我很喜欢跳舞，超级喜欢。喜欢表演艺术的学生进到这个成军不到1年的科系，从基本功练起，不会就多练，对自己严格一点。而3位有舞蹈底子的学生，则在程度有落差的团体中学习带领和融入的智慧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断的练习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路不远了，你马上可能就跟他们一样了，这样子。身体舞动的同时，别忘了笑。同学之间相互鼓励，正如舞蹈呈现的蝴蝶鱼儿穿梭荷塘，出现美妙音符，那般美丽。所以同学，你们拿到了全国特优第1名，有什么感想？有嘛可以感受？后喊哦一个卡后好，还要更好，很有企图心。这一群荷花仙子值得喝彩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克服障碍、持续努力、美丽而精彩的光芒。有嘛可以感受？后喊哦一个卡后，有嘛可以感受？后喊哦一个卡后。